一首 Whatever 炒热现场气氛，歌手罗俊硕准备第5摆来到台南跨年，也个要甲演唱会顶期的享受献给粉丝。因为我今年其实没有在台湾办任何的演唱会，所以我已经准备好把这个所有的能量搬到台南跨年的舞台上面。2025台南圣诞跨年公布第3波卡数，21号圣诞演唱会有张天福、大基美秀集团；28号蓝营音乐会有张秀清；31号跨年晚会有林美秀、康康、毕书尽、动力火车等等。并请来韩团 2PM 之一的李俊浩，包括罗俊硕啊，包括李俊浩，这些都是大家平常非常喜欢的这个歌手。因此呢，这个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最好的就在台南。另外，让人期待的也有人科赞美酒店所推出的宴会秀，去年头一届吸引超过1万人到场。今年再度举办。每年随着台南去年是400年嘛，今年就是401年，所以我们就随着每年增加1秒。为模拟单位当中看到七彩缤纷的美丽烟火，同时也有美食、文创市集以及多元的表演，用热烈的庆典氛围来迎接全新的2025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